Hello， 安迪啊！嗱，禮拜日草泥混合，一睇個情況咧，就真係幾混亂下噶啦。咁照計唔會話狂開熱門話，嗱，以小博大嘅朋友最中意爆爛嘅啦。嗱，今日咧呢條片咧有兩場馬會同大家講下，當然咧係有分頭嘅。另外啦，咁啊喺網上面咧，其實前幾日咧都有講莫雷拉咧，就可能跑完國際賽，其實佢就冇入紙嘅。咁啊，唔會下半季大家見唔到莫雷拉啦，除非佢例如咩冠軍賽馬嚟一日嗰啲就別論啦。但係呢個馬迷咧講莫雷拉咧夠中肯之餘咧，亦都夠獨特嘅。喺呢度用少少時間同大家講，尋日我上一條片，嗱，大家未睇嘅話咧，記住去睇啦。頻道朋友記住按住呢個步驟做訂閱頻道，咁就唔會漏咗啲片啦。另外，如果想賽馬日收到我嘅免費資訊，好似呢啲咁啦，冷至50幾倍嘅位置 Q 蛋欖蛙，另外有分頭嘅獨贏奮鬥心7至8倍嘅，我都會喺咧免費社群嗰度咧同大家分享嘅。想收到嘅，記住加 WhatsApp 4個 Hi 或者 Hello， 記住將我電話加落電話簿，成為連絡人咧，咁先收到㗎。加咗 WhatsApp， 除咗有賽日免費心水之外咧，嚟緊咧我都會大加料，因為都好希望咧同大家講多啲嘢嘅喺社群入面。咁啊亦都會有賽前嘅有啲咩特別嘅動態都會同大家講啊。所以大家記住加咗 WhatsApp 嘅話咧，加落電話簿咁先會咧咁啊收到我嘅資料嚇。先講下呢個馬迷先啦。咁大家其實好多朋友都會有啲朋友中意莫雷拉，有啲朋友唔中意嘅。咁但係呢個即係網上嘅馬迷咧，咁佢表明咗咧就唔係莫雷拉嘅 hater 嚟嘅，又唔係潘頓嘅 fans 嚟嘅，即係佢處於中立位置。咁因為點解咧？佢見到又講莫雷拉，咁佢講啦，其實咧就如果我哋成日講莫雷拉，講到好似天王咁啊雷神咁咧，有啲誤導咗。新嗰啲馬迷，即係可能20幾歲嗰啲新買馬嘅，會覺得莫雷拉話佢好勁好勁。咁佢咧當中咧都亦都有講過啦，以前嗰啲即係好勁嘅騎師啦。當然啦，而家例如莫亞、蘇明倫啊、無斯爾啊嗰啲即係20幾歲都會識嘅。但係例如柏少雷啊、冼毅力啊、大勝嗰啲，根本佢哋未必會識嘅。所以咧，我哋可能會唔會係過分褒獎咗阿莫雷拉係好似神級嘅地位？但係其實翻查翻，如果莫雷拉係除咗香港嘅即係賽事之外啦嚇，如果係講國際性地位係唔及頭先有啲騎師嘅嚇。咁但係嚟講咧，莫雷拉騎功係咪好咧？係好，但係又係咪去到神級咧？又未至於噶嘛，因為有好多時好多嘢都要證實噶嘛，係咪先？即係最少例如你咁佢又唔係話冇乜證明嘅，即係佢證明係有啲朋友會覺得未必足夠咯嚇。即係例如如果佢真係得嘅，可能有啲大馬主啊、大油王啊簽咗佢，但係我就覺得好多時都係講時勢噶嘛。咁始終佢喺香港係勁過嘅嚇。但係你問我呢位馬迷講得啱唔啱咧？我覺得佢講得好專業嘅，大家見到佢就知啦嚇。咁因為佢重點就係，如果我哋成日褒獎莫雷拉好似神級咁嘅，會覺得佢嚟唔到香港，調翻轉係好可惜。咁當然，如果大家有跟我頻道或者大家之前講莫雷拉點解翻唔到嚟香港係有啲原因嘅嚇。咁當然有啲朋友會唔相信嘅嚇。咁但係事實歸事實，佢就真係翻唔到嚟香港跑，係咁因為咩原因呢嚇？如果莫雷拉真係想象中咁受歡迎嘅，又或者騎功咁強勁嘅，咁啊當然佢翻返嚟香港應該就冇問題嘅。咁大家可以從中推敲到有啲咩原因呢？我相信有好多朋友會知。咁啊，如果有啲朋友知嘅，不妨喺留言下面咧講一講啊。咁我亦都唔方便講啦，因為有啲嘢又唔可以直斥其名嘅，即係例如冇人會講，即係冇人會出嚟講佢係啊嗰場例如二進佢係咁樣啊，冇人會即係講俾你聽，你講得啱嘅。所以咧講出嚟多餘嘅，大家心照就即係最緊要心照就算啦嚇。即係好似而家跑馬咁，即係我其實好想同大家講就係，好似而家跑馬咁，唔需要心灰意冷。你點心灰意冷都會有1、2、3、4名嘅出現。我哋只要希望係命中嗰啲，而唔需要理佢，即係佢跑成點啊？其實有啲就好離譜啦，唔需要點樣理。即係我自己都可能經過年齡消化，即係因為我以前都係純上計馬匹嘅實力㗎嘛。但係而家馬匹實力係重要，但係就唔係話極度重要，可能係人物上啊、關係上啊，甚至乎而家我都講啦，喺澳洲嗰啲食馬嗰啲係好影響到現今香港賽馬賽事。但係有一樣嘢係真嘅，就係如果你係中嘅，咁啊真係有派彩嘅。呢個係最重要嘅，即係我哋首要知道
最初心嘅一環係你有俾你有中，佢會翻嚟嘅。呢個呢就係即係我可以講俾大家聽，就唔需要點樣灰心咯。始終喂講真啦，馬都會兜個圈俾你睇，波點假嘅都會踢一場俾你睇，係嘛？你諗一下，睇到啲 number 上上落落嗰啲，我又費事講啦嚇。咁邊樣好啲呢？係咪先？假得嚟都會跑一場馬俾你睇，或者係踢一場俾你睇嗰啲。嗰啲 number 砰一聲咁跌落去，又砰一聲上翻去。坦白講，有人會知道內幕，但係問題就係有幾多人會唔知內幕呢？我相信都幾多下啦嚇。所以大家作為馬迷嘅唔需要點樣灰心嘅，當係一個叫做工具睇咪算咯嚇，即係一個工具睇就算咯。但係就有機會俾你計算到嘅工具呢，我相信咁都安心啲。咁喺度亦都大家可以睇晒呢個馬迷講莫雷拉嗰啲嘢呢，其實佢真係好中肯嘅嚇。即係莫雷拉係咪去到神級又未至於，但係如果例如係嗰個年期係咪好出色，係好出色嘅咁啊！但係點講都好啦，咁啊下半季都冇乜機會見到莫雷拉㗎啦，甚至乎日後其實佢今年坦白講啦，嗱以我所知咧，佢今年唔嚟咧，嚟唔到或者唔嚟啦咁大家明啦其實打後咧嘅機會咧都係未。其實大家有冇發覺咧，度馬咧就最興奮嘅，因為點解咧？度馬未有個結果出嚟咧好多嘢咧都係大家幻想會中啲乜中啲乜。嗱，好似咧今日嗰啲有幾場馬都係好亂。我抽咗場當然亂局同大家講下啦，就係第二場5班千二米。嗱呢場馬咧有隻馬咧，喂真係如果真係幕後鋪都係嗰個人買咧，我諗咧佢真係都渣渣地，因為咧呢隻馬就係3號嘅順線寶，佢喺4班連續出咗6仗今季咯，哇真係咪最多係佢咧？唔係第一隻都2、3噶啦佢咧6仗都有落飛嘅落個大熱門都試過。最慘係咩咧？鋪落飛冇一次三甲，即係落咗6次飛冇一次三甲，喂一定係多過，因為佢係由雙位數打到落去個位數噶嘛嗱有幾次由15倍打到落4.6倍，16倍打到5.2倍，14倍打到落4.9倍，上一次仲又係厲害嘅13倍打到落4.5倍，又跑第4傷亡慘重，但係可能幕後好搭水啦咁今次點睇呢？有啲朋友會問我，咁你機會一定好啲嘅，你4班2場泥地都跑第4嘅，尤其是好似10月30號嗰場馬啡登落格落飛，跟住又係班德禮跑，咁跑咗第4，輸2分1馬位，嗰啲咩對手星火燎原、運來五寶，今日又有出嘅，金多喜咁再出亦都入位嘅，咁你問我機會梗係好啦，但係值唔值博呢？嗱一件事我有呢場馬咧，有一隻冷馬咧，我覺得值得拖嘅我相信佢去到最尾都未必落飛，因為成20幾倍。我要講嘅2號就係盛世威風。嗱呢個盛世威風咧，其實如果就咁睇咧，你睇紙上賽績咧，近2仗冇嘢睇嘅完全。但係咧前一仗咧，其實佢谷草千二米4班嗰場咧，輸俾飛倫巴長隆區嗰場咧，佢係有發力，跟住係受咗。上次仲慘，落到嚟5班11月19號59倍，攝住條內欄，諗住衝上嚟之際，焦點嗰啲馬咪拍咗埋去，有啲馬抽起嘅，佢就係抽得最厲害嗰隻。跟住咧去到咧就跑到第10，輸10個馬位。好啦，咁跑完嗰場馬之後咧，咁冇叫佢試閘嘅，因為唔係佢自己問題嘛，唔係隻馬問題嘛，所以咧佢就唔需要試閘。但係臨尾馬房都彈咗貨草閘，奧爾文跑嗱。賀賢呢嘅出擊手法咧有2種嘅。第一，如果佢真係確實快活谷勁嘅話，或者係快活谷出擊咧，佢有可能今仗泥地係洗底嘅因為佢都轉咗配備。但係調翻轉嚟諗，咁如果佢係快活谷諗住出擊失咗手嘅，佢就會喺呢個泥地突襲，咁成為冷門。咁唔好以為廢話，因為點解呢？如果係熱門嘅話呢，我哋就唔需要話點樣理佢。但係如果好似20幾倍咁呢，咁就必定要留意啦，因為咧呢隻盛世威風咧，佢咧就唔係話嗰啲外國跑過噶嘛，佢喺外國操過，咁咧佢喺外地咧試咗閘嘅，咁其實咧第一次咧試閘咧，佢就喺嗰啲咧由頭放到尾嘅，即係佢唔係後上馬嚟嘅喎，即係如果佢喺外地試閘，第2課閘咧佢就喺膠沙地度試閘，即係喺外地咧佢已經係咧試過膠沙地。雖則咧血統上咧就唔係話好明確係跑到泥地，但係武器方面咧個爸爸咧都係美國馬嚟嘅。咁同埋呢個盛世威風咧試泥閘咧係真係有少少走勢。咁同埋咧呢匹馬咧就雖則就唔係好大隻啦，都有1080幾磅。咁今次排咗1檔咧，嗱
如果佢今次轉，因為佢轉咗個配備嗱，加翻個眼罩上去，會唔會話擺頭走呢？因為呢場馬呢，如果純講呢放得比較快呢，咁可能係多彩多姿啊呢啲馬喺前面快放。咁但係嚟講呢，係咪話真係咁快？例如黃合金咁啲啦黃金俠嗰啲啦，兩隻馬喺前面放。咁呢場馬對手非常之多嘅，例如我唔講順線寶，都有嗰啲咩飛雲啊、南區旺啊、東方寶寶咁啊，潘頓跑上嚟買唔買好啊？嗱，不過呢，你買乜都好，呢個盛世威風呢，20幾倍呢，值得拖㗎嚇，識跑泥地，上次受咗火燒都唔熱嘅，有20幾倍呢隻冷腳呢，好啦，有一場馬亦都值得同大家講嘅就係第6場啊，3班1000米直路。嗱，呢場馬呢。大熱門暫時就係會長之寶啦，咁其實都合情合理嘅，因為佢上次3班跑第2，輸俾隻翠紅，咁咧但係咧就贏咧呢隻咧13號飛來閃耀咧都成個馬位嘅。嗱，但係咧呢場馬咧係咪真係咁簡單咧？睇落又唔係好覺喎，因為點解啊？前主席馬力又喺度跑1000米係贏過嘅，咁另外啦，咁1000米王啊英雄豪傑仲要配上麥道朗嚇。但係咧，我覺得咧呢場馬咧有一隻馬咧特別要留意，就係呢隻咧6號嘅星際快車大孖沙啦，係咪先嚇？榮山下嘅馬。嗱，呢隻星際快車咧，今年咧跑即係今個馬季跑4場，冇嘢睇嘅嚇。有啲跑第7、8、14、13，上一次就直情笠埋腳踏嚇，跑1000米。但係咧呢隻星際快車咧係咪真係叫做武態咧？上次笠腳踏啫，咁輸8個馬位。但係咧，佢操練嚟講咧，佢開始立翻咯喎。尤其是我見到佢11月28號嗰課泥閘咧，佢出閘係好快。快唔係一定要個騎師拱出嚟嗰隻快，係隻自己隻馬咧，佢飆出嚟嗰下咧，見到有態嗰隻快。呢個星際快車咧，咁其實喺呢個即係3班咧，係叫做高層次啲，因為咧佢係2班都贏過嘛，贏咩啊？我為你詹士德，喂大佬嗰陣時詹士德係容天鵬馬房。即係算係都係叫鎮倉寶之一啦，頭2隻嚟㗎嘛嚇。咁佢喺2班咧，亦都輸俾咧天天同樂嚇。咁但係大佬你天天同樂今日都有出㗎係嘛？出嗰場第8場嗰個2班1200米泥地嗰場就直情係叫做頂班泥地啦，因為冇1班泥地賽㗎嘛，正常就。所以咧呢隻咧星際快車咧唔會話移到去邊，因為呢隻馬咧你冇賽績㗎，近幾仗。咁呢1000米係叻嘅。咁你跑好多仗，例如佢都試過1200米，佢1200米都輸俾舉步新風、天天同樂呢啲馬。喂，呢啲草地2班馬嚟嘅喎，佢而家對住呢筆3班對手，而最重要咧係今次跑私家3跑道啊嘛，佢排13檔。如果佢好似上季咁樣咧，5月25號嗰仗咧，嗱5月25號仗個提下敗仗係咩咧？就係英雄豪傑英雄豪傑今次配麥道朗嘅，佢贏開英雄豪傑2個馬位。嗱，嗰次星際快車咧就係擺前面走嘅，我又再睇下呢場馬有冇啲子彈快馬，即係例如好似不可擋嗰啲又冇乜喎。睇下狀元及第有冇埋前速啦，頭5隻啊唔係放頭馬啦。會長之寶叫係擺前面走，但係唔係放頭馬嚟嘅。咁之後嗰啲側身馬睇操練又唔似話搶得好快嘅，係嗰啲咩星威心得咯，有機會係擺前走，但係都唔會快得去邊。所以咧呢個星際快車咧。佢如果大家要買咧，今次冇賽績底下咧，咁啊真係值得買，因為咧搏得嘅都有賠率噶嘛咁上次笠腳踏當佢冇跑過，前一次快活谷都唔係話特別叻噶啦，跟住係初出一役10月4號咧就冇態嘅，我覺得嗰場馬手到齊來英雄豪傑串 Q 嗰場佢係冇態嘅，但係今次咧我見到個試閘咧個態咧係好翻好多，唔係算叫做最 top fit 嗰陣時，但係問題就對比翻上2仗咧。佢個狀態係好咗好多，咁既然咧今次我估佢應該可能有10倍，因為呢場馬有啲會長之寶有近績，英雄豪傑有近績，跟住就飛來閃耀有近嘅，咁我諗咧星際快車咧呢隻馬咧唔好睇小佢唔好因為紙上賽績近4仗完全冇嘢睇但係咧個操練咧確實好咗，同埋咧真係有翻少少前速。咁好啦，咁今日講呢2場馬，祝大家咧就贏多啲。